台湾护理师医疗产业工会今仔早起针对新台病院护理师长期加班违反劳基法的事件，台南市劳工局却无依法来处理快闪抗议。劳工局是表示讲，去年已经有针对新台病院来做劳动检查，嘛已经有处罚咯。南市劳工局。 申诉无效，罔顾病人。台湾护士医疗产业工会20几个人手提标语来到台南市政府抗议，主要是因为护理师反映上班超过时间、强迫加班，各有违反调动的代志。护理师甲劳工局反映，劳工局啥拢唔睬，就是非常的错愕，就是明明劳动部就有公告说加班费是加班到1分钟计算，但是我们去申诉的时候。 他却这样子回应我们说，劳基法没有规定要以分钟，或以半小时，或1小时，他只有说劳基法没有写到，所以这都不算。虽然他有给我们加班费，但是每天超时工作，其实对我们的身心是一种疲惫，因为我们服务的对象是病人，并不是动物或者是东西，所以这个对于病人的服务品质。 照护品质一定会下降。他连基本的法令都不知道，而且就欺负我们的劳工。他今天呢可以违法说这个1分钟，谁跟你说劳基法有计算到1分钟的？我告诉大家，我们的劳基法30条第6项就告诉我们计算到分钟为止。 这群人主要是新台病院医护人员，因为开刀房骹手无够，逢强迫加班。护理师表示，因为工课责任无法度拒绝，不过病院却无照规定予因加班费，甚至是违法调动职务。大部分护理师嘛就安尼身心出问题。按照台南市劳工局表示，去年劳工局已经有针对新台病院劳工稽查，嘛确实有违反劳基法的情形，接落来会照定数处分。其实我们去年开始都有查到他违反缺失，而且呢，基本上我们对缺失也有进行的处分。尤其今年我们有发现说，他的加班是0.5小时的这个部分，我们也有进行裁处。我们后续会持续的在做这个检查。 护士工会呼吁相关的公部门应该爱介入调查，要求政府改善劳动环境，爱甲医疗人员保护到保护焦责。那新台病院是回应讲，新台病院是公立的医疗机构，各种管理措施拢是遵守法令的规定。接落来，新台病院嘛会继续沟通改善工作环境，全力守护病人就医的权益，还有员工的福利。记者温兆雄台南报道。